今次咧我哋講到嘅咧就會講到福音嘅經課，但係咧我會打2節嘅斧頭，16、17節咧唔講啦，因為好多時咧有啲人講就話16、17節咧未必係耶穌自己嘅説話，可能係作者嘅説話嚇，約翰或者約翰嘅門徒嘅説話啦嚇。因為約翰福音作者究竟邊個有啲拗撬嘅嚇，唔緊要啊。我哋睇呢段經文嚟講咧，最緊要我哋要留意嘅咧就尼哥底母係呢個咩人先？因為耶哥底母呢個人嚟見耶穌，可能你喺教會都聽過好多次呢篇講道㗎啦。但我仍然有興趣講，咁因為要簡單下交代下尼哥底母先啦。尼哥底母咧，其實喺聖經咧只係出現喺約翰福音裏邊嘅啫。約翰福音以外係唔見尼哥底母嘅，完全唔見嘅嚇。咁尼哥底母咧，佢喺呢個7章嘅50字嗰度咧，佢咧曾經咧就向啲法利賽人咧就話唔好判斷耶穌係異端，唔好踩佢啦，判定話佢係迷惑人。嗱咁樣講喎，經文係啊，真係咁樣，即係咧睇耶穌咧係一個騙子嚟嘅。咁咧佢哋認為主耶穌要欺騙啲咩咧？就係要耶穌咧就要騙啲猶太人咧，就去幫佢一齊咧搞下啲搞下做信佢係彌賽亞啦，跟住幫猶太人搞革命，即係佢哋主觀咁認為啦嚇。嗱咁樣跟住咧，佢哋咁即係話咧尼哥底母喺法利賽人裏邊咧可以講嘢喎，可以影響人，叫人哋唔好咁偏見喎嚇。咁咧真係有發言權啦。所以咧，其實我嘅理解嚟講咧，聖經咧尼哥底母係一個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嚟講都係有知識嘅，即係讀過書，起碼識聖經嘅先嚇。呢個係一個必然㗎啦。所以咧喺我哋嘅呢段經文嘅約翰福音嘅3章10節咧，就形容佢係以色列人嘅先生。所以佢嘅法利賽人咧係好清楚嘅嚇。另一方面啦，佢同啲主流意見唱反調。哇，大佬！人哋話耶穌係啲黐線佬啊，話耶穌係啲異端啊咁樣，佢就同人哋唱反調。所以某一程度上咧，我相信尼哥底母咧係一個比較德高望重嘅人嚟嘅嚇。而經文咧喺呢個約翰福音嘅3章1節咧，形容咧尼哥底母係猶太人的官，其實咧即係指耶穌咧係猶太公會嘅成員。喺當時咧，猶太人咧係被羅馬帝國咧殖民統治嘅。由於咧耶路撒冷嘅位置咧係比較戰略性啲，近咧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都唔想咧失去咗呢個巴勒斯坦呢笪地方咧，俾波斯帝國攻陷咧，所以咧喺呢度見到啲猶太人咁麻煩，成日都要見過，成日搞革命，成日都宗教熱誠，咁所以咧猶太人咧。羅馬人咧特別咧都有啲特別嘅管治方法去管治佢哋嘅，所以咧特登咧就同嗰時嘅啲大祭司啊咁樣合作啦嚇。佢大祭司都係猶太人嘅宗教領袖，所以啲宗教領袖咧唔係淨係得藉宗教權利啊，有政治權利嘅，幫羅馬帝國咧有份管治嘅啊。咁樣咧其實個情況係咁樣啦，咁但係啲猶太人咧雖然幫手管治，但係猶太人咧就唔可以殺人，所以約翰福音嚟講咧就提到啦，如果耶穌要殺佢嘅時候咧，啲猶太人就話佢冇權殺人啦，所以一定要揾彼拉多。嗱，即係話咧猶太人嗰時所謂嘅自治得一半嘅啫，而且個自治咧都集中咗俾啲宗教領袖控制啊，啲宗教領袖都要潔淨聖殿咁啫，啲宗教領袖。都有時會揾笨啦，係咪？尼哥底母咁樣你聽，佢係一個有權、有學識、受人尊重嘅人，但係唔知咁喎，佢仲要係有錢嘅喎。因為咧，佢喺約翰福音嘅19章39節咁樣形容佢啦。佢咧耶穌死咗之後咧，帶100斤嘅沉香同無沒藥。其實100斤嘅沉香同無沒藥喺而家呢個時代都係一啲昂貴嘅嘢嚟嘅。所以咧，尼哥底母咧可以
100金嘅尋金沒藥，希望幫耶穌做安葬，就算用唔晒都好啦。佢有100金嘅尋金沒藥，都代表咗真係幾有米嘅。哇！即係尼哥底母真係乜都有咯喎，又有錢，又有權，又有學識，又受人尊重，有人望，真係哇乜都有啦。咁點解夜晚晚揾耶穌啫？係咪？我嘅理解係佢唔明白耶穌，佢唔明白喎。嗱，始終你聽到嗰段對話，我唔詳細解。佢的而且確對耶穌真係好多疑問，耶穌答佢啲嘢亦都好鬼難解嘅嚇，我未必詳細講，但係就係唔明咯。喺哥林多前書2章14節講。然而屬血氣嘅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唯有屬靈嘅人才能看透。屬血氣咧喺原文嚟講咧係屬魂。哇！大佬講啲咁複雜嘅嘢啊？係啊。相對於咧就係屬靈啦。如果你喺基督徒成日聽啲話啊，呢個人好屬靈啊，嗰個人好屬靈。但原來咧，聖經有個詞語叫屬血氣，原文就係屬魂，靈魂個魂。原來喺聖經嚟講咧，你可能聽過啦，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2節提過咧，人咧有3部分，有靈、魂同埋體，即係 spirit、soul 同埋 body 啦。嗱，原來 spirit 同 soul 咧係2樣嘢嚟嘅，喺聖經嚟講啊。嗱，我會睇啦。咩叫屬魂？起碼解下個魂係乜先啦。魂係指生命，亦都可以指呢啲意志同思想嘅。因為有陣時咧，聖經講話啊有70個人，咁咧佢有時直譯揾到咧就70個魂。所以咧魂呢樣嘢咧個概念就係指一個生命啦。有陣時中國人成日講啊，一家4口，個口字代表咗生命啊。所以有幾多個魂，好似中國人講個口字咁嘅嚇，所以咧有一個魂啊嚇。但係咧有陣時咧魂呢個字咧指向咧人嘅意志啊。佢話有啲人就身懷異意，身懷異意咧就喺雅各書嘅1章8節，但係原文直譯咧就係2個魂，即係話咧原來呢個人咧有2個魂嘅自己咧成日互相矛盾啦，亂七八糟咁樣嘅嚇。嗱，呢個咧好得意嘅嚇，呢樣嘢，所以咧魂又指咧人嘅一啲嘅意志嚇，唔緊要啊。我理解咧魂嘅功能咧就等於一般嘅理性啦、慾望啦、意志啦、情感啦喺晒裏邊噶啦。所以咧聖經就會形容咧，嗰啲唔信主嘅人係屬魂嘅人咧，即係代表咗喂，其實即係一般人咯，即係一般人咯。但係聖經頭先提咯，屬魂嘅人唔能夠明白屬靈上帝嘅事嘅，即係一般人啊好難明聖經嘅，唔明就唔明啦。你好叻，好有理性，乜都識晒，好聰明，都如果你唔係一個屬靈嘅人，神嘅奧秘你係唔知道。聖經嘅理解係咁啦，我就照講嘅啫。哇！你咁低扁理性，你反智咁樣，但我唔係啊嘛。即係我話一句，嗱，聖經嘅理解就係咁啦，即係話喂，上帝有一啲感動啟示信息，唔係經過人嘅理性嘅，係超乎咗一樣嘢啊。靈係乜嘢咧？靈係一種感受上帝機能嚟嘅，我認為。即係話咧，人咧如果冇經歷重生咧，靈嘅狀態就係死㗎啦。每一個人有靈魂體啊嘛，但係靈嗰部分係瓜咗嘅，或者唔運作嘅，喺未信主之前啊唔喐㗎。咁但係嗱，呢個可能你成日聽我講道，你都聽過好多次啊。但唔緊要，我繼續講啊。即係靈咧，好似一部電腦嘅 modem 咁。以前咧部電腦嘅 modem 壞咗，上唔到網，重新咧就令到個靈咧重新活躍翻。所以有時聖經講咧，你們從前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即係話個靈以前死咗嘅，但係而家活過來，即係話人嘅靈嗰部分 spirit 嗰部分喐翻，
就算一個人未重生，佢魂嗰部分、蘇嗰部分係喐嘅，正常咁樣運作嘅，但靈嗰部分可以死咗啊！但係信主靈嗰部分要喐翻，嗱好似電腦即係呢個 modem 冇咗上到網，或者好似一個收音機條天線壞咗整翻咗咁樣。嗱，如果一個人重生經歷過重生，或者原文有一個解法就從上而生，但係尼哥底母反駁嚟講，亦都理解應該係一個 against， 即係幫 against， 因為點解咧？佢話要翻阿媽個肚啊嘛，佢唔係講從上而生。不過兩個翻譯我覺得 OK 嘅嚇，即係話咧人需要依靠聖靈感動咧，我先可以明白知所共退。就算你係基督徒啊，你好叻都好啦。如果上帝唔感動你，你以前有上帝感動，但係你唔繼續依靠佢，可能你喺上帝接收一啲直覺啊、感動啊啲嘢，你又會爭好遠嘅。啊，好多嘢你可能做錯做漏都唔定。但係如果你喺上帝裏邊嘅時候，上帝感動你好得意嘅，好多時做嘢會有順利。記得一個星期前咧，就我喺530嗰個記者大遊行嗰個記者招待會度啦，即係今日星期日嘛，一個星期前就係星期日啦，俾啲傳媒包圍喎，根本我冇預備嘅，咁我只係直接咧就講我所相信嘅。咁我就認為啦，我就話嗰個細路女咧係一啲奸女嚟嘅嚇。你知大城小學門口喊嗰個少女細路女啦，我講緊。跟住咧，CCTV 咧刪咗佢我嗰個解釋喎。我話聽到旁白話大聲啲 ，OK， 直接淨係話我講話假眼淚。不過無論點都好啦 ，CCTV 咧。諗住咧陷害我啦，希望抨擊我話啊咁樣啊細路啊唔啱，但係我發覺咧個傳媒唔係咁睇我嘅喎，嗰邊啲市民同我講咧就覺得我咧好似咧一個咧即係國王啲新衣嗰個細路仔咁啊，篤爆咗人哋呢啲政府啊呢啲建制講大話咁樣。喂，其實我純直覺做一樣嘢，但係嗰樣嘢出嚟嘅效果又俾人抹黑唔到，反而俾人哋讚美嘅。喂，大佬，我冇諗過喎，我啲係上帝喺我面對呢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突然間感到我講嘅説話。呢啲嘢要歸榮耀俾上帝。又好似講啦，星期一我哋咧去順利村嘅時候，哇！我俾記者包圍喎，咁大佬冇準備，一落車又冇其他人接應我。咁我大佬俾記者交圍，係咁俾佢逼問嘢，我又唔知問乜，又冇乜嘢講，咁我走咗啦。我走咗之後，喂大佬好核突，敗走啊嘛，大佬。但我身邊有一個另一位係基督徒嚟嘅，係我啲普通力量啲兄弟嚟嘅，又係兄弟又係基督徒。佢話：喂，佢靈機一觸講，一定要翻去順利村。我翻順利村咧，去咗個靈機一觸咧，令到我哋咧可以喺嗰度揾到一啲街坊，講到我個肖友懷嘅事件裏邊，原來佢平時嘅行為都好似有啲問題啊咁樣。又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喺當中裏邊可以翻去嘅時候，啲記者走晒，可以接觸到啲順利村嘅村民，我覺得都叫幾好。即係如果唔係我一念之間，佢話要翻去。嗰時我諗住就係，敗走咗就去開會啦。點知敗走咗，有人叫我翻順利村，最後就得來一個真係反敗為勝嘅機會。嗰啲係上帝感動嘅結果。喂，有時啲嘢即係一念之間係上帝感動嘅啫，唔係我哋有啲咩叻啊戰略咁樣。翻經文啦，要明白耶穌要靠咩咧？係要靠重生嘅。但人點樣先可以重生呢？喺3章14節提到一個舊約故事，係摩西舉紅蛇嘅故事。故事裏邊咧係民數記嘅21章4至9節，係只有6節嘅經文嘅啫。咁咧我直接讀出嚟俾大家聽下嚇。民數記嘅21章4至9節，他們從何珥山起行，
往紅海那條路走，要繞過以東地。百姓咧因這路難行，心裏甚是煩躁。一班友咧轉移陣地，呢班咧以色列人啊，佢哋離開咗埃及之後咧，喺曠野漂流，喺度行嚟行去就真係好燥下。正如我哋呢幾日做嘢做得好辛苦，都好燥嘅有時。跟住啲以色列人咧就謗讟神和摩西：你們為什麼把我帶到從埃及領出來，使我死在曠野？這裏沒有糧，沒有水，心裏厭煩這淡薄食物。哇！班友有發怨言啦，係咪？啲以色列人。於是咧，耶和華使火進入百姓裏邊，火蛇啊，蛇就咬我哋。以色列中死了許多。第7節，百姓到了摩西那裏，說：我們願作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祈禱耶和華，叫這蛇離開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做一條火蛇掛在筐子上，凡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製造了一條銅蛇掛在筐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嗱，好得意啊！呢段經文兩次係強調望一望，係望一望就搞掂噶咯喎。喂，點解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好得意嘅。上帝喺嗰當中裏邊對人嘅拯救咧，係真係一個信息得一次。嗱，有陣時啲信息入唔到個心一回事，入到嘅一次搞掂。係啊，嗰條銅蛇係一個信息嚟噶嘛。耶穌亦都好似一條銅蛇咁樣，佢嘅生命係一啲啟示，係一個信息嚟嘅。嗱，你要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唔好意思啊，喐咗喺條街度。原來信息可以咁犀利嘅，可以改變人生命嘅。但問題人點樣接收信息嘅問題。有冇一份點樣都好，我話俾你聽，信息嗰種犀利偉大地方，我講一個故事。有套電影叫唔該唔好喐啊！唔好喐。有套電影咧就法國電影叫《天使愛美麗》，我平時咧就可以印咗個講章出嚟，今次被逼有啲問題就要用手機播。《天使愛美麗》呢套電影咧係法國電影啦，個女主角咧就叫愛美麗嘅，即係中文翻譯。佢好中意幫人，但係見到個鄰居寡婦咧就好慘啊，成日喺度自危險咁喎，因為老公10幾年前咧就死咗。因為個老公咧就去咗南美啊，喺法國走咗去南美，同個情婦私奔，哎呀真係慘啦！老公拋棄自己喎，咁跟住個老公咧最後咧就喺南美咧就係撞車死咗。佢成日都嬲自己，點解我吸引力咁唔夠咧？點解我唔對個老公好咧？如果我綁得住我老公，唔走去跟咗第二個女人走，個老公留喺法國咪唔使撞車死咯。佢好中意個老公喎，成日都嬲自己啦。愛美麗咧聽到佢都覺得好心噏，點解？點解做怨婦咧？老公都死咗10幾年，點樣放開？但係你好中意一個人就係放唔開就放唔開，好正常啫。佢放唔開，跟住。愛美麗聽到一個訊息就係、有架飛機喺法國一啲山區咧，10幾年前咧炒咗機空難，跟住咧就俾啲雪活埋咗。後尾而家咧最近揾翻嗰架飛機喎，跟住原來有啲郵件都可以抄翻出嚟啦。跟住愛美麗咧偷地咧走去寡婦屋企咧攞咗佢老公啲情信咧，偽造咗一封信。哇！做咗好多心機之後，我封信找到個樣好似好舊咁樣。個信息佢係話咩咧？就同佢講就話，原來個老公咧喺南美咧決定咧就同個情婦分手，偽造㗎，唔係真事。同個情婦分手，好想翻嚟法國同個寡婦團聚。寡婦收到呢封偽造嘅信，個心嗰種嘅唔開心全部解開晒，因為佢發覺佢唔再被拋棄，
佢所愛嘅人仍然愛佢。佢雖然佢所愛嘅人離開咗，佢係信天主教，相信有人會同佢呢個拋棄咗佢，佢其實仍然愛佢嘅老公，可以重做。佢開始唔再去自怨自艾。原來一個信息可以將一個人嘅生命真係可以改變。係㗎，嗰信息嘅一次過進入生命裏邊，唔能夠逆轉咁樣去改變咗你嘅生命。問題就係耶穌基督嘅生命係咪可以成為一個信息進入你生命，帶來你生命嘅翻天覆地嘅改變？喂，而家香港好多基督徒唔知似乜嘅，可能耶穌基督嗰個生命嘅信息進入唔到佢生命嘅底線裏邊，唔能夠翻東倒海。我會話俾你聽，信一個真正信耶穌嘅人，裏邊應該俾耶穌顛覆咗。唔能夠翻轉頭，同耶穌關係開始咗，亦都唔能夠翻轉頭，變咗唔信。我好堅持一次得救變得救，我堅持一個真正嘅基督徒，佢領受咗耶穌基督嘅生命，由信息而進入生命呢種嘅經歷，生命係可以徹底改變，呢種改變係一生，而且係持續地變。由開始就會繼續變，繼續成長，而唔會中斷，而唔會失去呢個生命。呢個係我嘅睇法嚟嘅，因為呢段經文嚟講嘛，一啲銅蛇舉一咗望一望就搞掂，就係咁解啦。呢個真係聖經教嘅，望一望啫。咩叫望啊？如果條銅蛇當係耶穌嘅話，咩叫望？望見就係相信。如果你真係相信主耶穌嘅時候，你嘅靈眼就真係望見咗耶穌，你真正看見。喺約翰福音嚟講，望見一個重要嘅主題，你自己去查考，尤其是第9章啊，提到呢個望見呢個問題。我會話俾你聽，如果一個人願意去對主耶穌相信嘅時候，就好似主耶穌，只要好似以色列人願意對銅蛇去凝望。理性上我唔可以解釋點解呢啲真理係點嚟，但我只係話靈性上，主耶穌嘅作為同大能係要叫我啲相信主耶穌嘅人咧可以得到生命嘅改變。你接受咗上帝信息嘅時候，我啲果效係永遠嘅。你或者你批評我話，喂，我講埋晒啲，不要問啊，只要信啊，總之唔好講咁多啦，信耶穌最緊要啦。但我話俾你聽。喺呢個群魔亂舞嘅世代裏邊，梁匪振英喺度強傲不發，中共喺香港殖民日益猖狂。當你願意相信主耶穌愛你、保護你，你會得到一個好特別嘅屬靈視覺。上帝會開你眼睛，你嘅靈眼開咗出嚟，會睇到原來天上龍已經被打咗落嚟，跌咗落地上。跟住7頭巨獸，佢有5個頭，就會俾人斬碎。我而家講緊道，邪惡係正在節節敗退嘅，上帝正在掌權，要改變世界，要改變時代。我自己你們願意成為上帝隊伍，同上帝一齊打仗，改變香港，改變呢個世界咧，唔緊要。我奉主嘅名喺呢條街度講道，任何唔知啲咩嘅人，佢喺度騷擾我唔緊要嘅。嗱，而家我以祈禱結束，是的，我天父感謝你。嗱，而家呢個係一間教堂嚟嘅，求你保守我哋呢間教堂嘅平安。有位人士佢要喺我講道嘅時候去問我問題，我講道就唔可以答你問題。呢度唔係私人地方，我知道係一個公開地方，但你冇理由去阻止一個宗教自由嘅運作。求恩主你保守我哋企喺呢條街講緊一啲道理，就係相信你可以開人眼睛，睇到呢個世界真實嘅情況。邪惡必然係不斷敗退，雖然我見到邪惡喺度擴張緊，但唔緊要，你會與我哋同在，一齊用嚟奉主耶穌嘅名講。